早晨，大家好，我係阿輝。上一集講到苦難折磨嘅尾聲，如果你嘅好彩會遇到出現轉機階段，苦盡究竟係咪會甘來呢？一線轉機會唔會出現？當然佔有運氣嘅成分啦，但同時亦需要我哋有開放嘅態度、靈活嘅思維先得。你跌落水，人哋想掟個水泡嚟救你，都要你肯接先可以啊，係咪？所以你會唔會遇到出現轉機階段？除咗運氣成分，其實好睇你個人嘅做法。言歸正傳，講返今日嘅主題。如果你遇到出現轉機階段，你要進入以下幾個時期。第一個時期，獲得指引。喺出現轉機階段最初頭係你獲得指引嘅時期。你一直以嚟揾咗好多唔同嘅方法，你揾咗好耐，但始終都揾唔啱。覺得唔係你想要揾嘅嘢，唔知點解有一日好機緣巧合之下，你突然間獲得一條光明嘅指引，你嘅感覺係啦，好似佢就係你要揾嘅嘢啦。你好感慨，因為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你覺得千辛萬苦，終於俾我揾到呢個好方法啦，佢竟然就係咁近我身邊。講到我自己嘅例子，對於獲得指引呢件事，我就更加有感覺。喺苦難折磨嘅時期，我最終揾到原始點呢個方法，只係因為一個念頭一閃而過。我屋企人竟然喺10幾年前就已經接觸過原始點，原來呢一顆種子一早就已經種咗喺我屋企人度。就喺我彷徨無助，同時深陷呢個迷惘混亂時期，同埋苦難折磨時期嘅時候，佢竟然就開花結果啦！而家諗翻起都覺得好神奇，好奇妙。第二個時期係獲得指引後，通常立即會出現嘅就係半信半疑嘅時期，呢個就係第二個時期。喺半信半疑嘅時期，你既相信今次終於揾到好方法，但你又質疑呢個方法究竟 work 唔 work 㗎？定只係鏡花水月，會唔會好似之前咁樣冇幾耐又打回原形㗎？你心入面開始有好多質疑，你半信半疑，繼而你不斷上網揾資料，發覺竟然有好多兩極嘅 comment。呢個時候你心大心細，雖然係咁，但你仍然都唔想放棄呢個機會，因為你驚呢個可能係你最後可以自救嘅機會，你會後悔錯失咗。你唔想錯過，你把心一橫，決定點都要一試。第三個時期，當你把心一橫，決定放手一搏嘅時候，你會好認真咁去學習呢個新方法，你會不斷鑽研呢個新嘅知識，所以喺呢一刻你就已經進入咗學習新知嘅時期，呢個就係第三個時期。雖然學習新嘅知識初頭係有啲難，但你好有決心要救自己，你睇下，慢慢你開始明白故中嘅道理，好快你發覺呢一套新方法，呢一套新嘅知識係好有系統同邏輯，同時解釋到你患癌以嚟一啲一直都諗唔通嘅問題。就以我自己為例，我患癌嘅時候，我係食唔到、瞓唔到，狀態最差嘅時候，反而血嘅指數喺各方面都係向好，好似根本就反映唔到我身體嘅真實狀況。西醫基本上佢哋係以驗血嚟做測試身體狀況嘅唯一標準，所以用西醫嘅角度，基本上係解釋唔到我以上所講嘅問題。相反，我學習咗新嘅知識，即係原始點醫學之後，佢嘅理論就完全解釋到我上面所講嘅問題。簡單啲講，血嘅指數同身體嘅不適感，全部都係果，而果與果之間係冇因果關係。所以你可以感覺身體好舒服，但指數異常；反之亦然，你亦可以感覺身體好唔舒服，但指數正常。所以學習新知，你有一刻突然間會發覺，之前諗唔明嘅突然間就通晒啦。同時你亦可能會遇到一班志同道合，對呢一個方法充滿信心嘅好同志，你由佢哋身上得到好多支持同鼓勵。你睇到好多受益於呢個方法活生生嘅真實例子。第四個時期，你對呢一套方法，你對呢一套新知好有信心，你唔再半信半疑，你決定你要100% 貫徹實行呢套方法去自救。
就係喺呢個時候，通常就係你要做關鍵決定嘅時候。呢個時候你就進入咗十字路口嘅時期，亦即係第四個時期。喺十字路口嘅時期，上天要你下一步舉足輕重，對你嘅病情同日後生活有好重要影響嘅一步。呢一步非常重要，可以話係你成個醫病過程嘅轉捩點，係你人生一個好大嘅關口。當時我自己就係喺呢個十字路口嘅時期度，真係諗咗好幾晚，真係好難決定。原因為原始點方法同西醫治療方法基本上係南轅北轍，非常之對沖。所以當時如果要實行原始點方法，係唔可以同時進行西醫嘅治療，否則一直以來方法所有嘅功效都會前功盡廢，到頭來一場空，甚至可能更差。我做個比喻，大家可能容易啲明白。佢就好似你要練絕世武功，眼前一本係九陽神功，一本係九陰真經，你冇可能同一時間一齊練兩種，會走火入魔噶嘛。所以最終你都只能二揀一。所以十字路口時期係你患病時期其中一個最大嘅考驗。好啦，今日我同大家講完出現轉機階段嘅4個時期，最後等我好簡單同大家總結一下今日講嘅內容。今日講嘅係出現轉機階段，出現轉機階段好可能會俾你喺苦難折磨階段嘅尾聲遇到。當你進入出現轉機階段，你會經歷以下幾個時期。第一，獲得指引，遇到寶貴嘅新知識，然後你通常會進入第二個時期，半信半疑，但最終你都係想俾多次機會自己試一下新方法。於是你跟住進入第三個時期，學習新知，你潛辛苦讀咁去鑽研呢個新知識，最後當你對呢套方法充滿信心嘅時候，就會進入第四個時期，十字路口時期。前面出現一個好大嘅心理關口，呢個時候要考驗你去做一個非常關鍵、非常重要嘅決定。喺十字路口時期，我好記得當時我要面對嘅係同主流醫術背道而馳嘅巨大壓力，所以做呢個決定真係好唔容易，真係需要好大嘅勇氣同智慧先得。但最後事實證明，我當時做嘅決定係冇錯嘅。如果大家都想詳細了解下我當時係點樣決定要去貫徹實行同主流醫術背道而馳嘅方法去醫病，大家可以睇下我呢條片。影片連結我會放喺 comment 度，亦會放喺影片嘅結尾。今集就講到呢一度，下一集會同大家講下衝破呢個大關口之後你會進入咩階段？好啦，今日我就分享到呢一度，下次再同大家傾過啦，拜拜。